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国情啊，我知啊，国啊，对，伊的名甲我同一个国，伫北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做甲真好，做下晡的时段，我拢叫伊共国的。国情啊，你定咧讲啊，国啊，咧甲你开讲，伊无咧做节目，拢凊彩做上，无会让伊足认真做。迄天伊做一项节目，内容咧旷世，照国情的出，讲出来，甲你互相探讨甲参考。伊咧讲毋通有的人吼，先开始事业稳定好过，真繞字，繞字啊，讲遐有解说，讲就是富裕的意思。我去变啊，有影，大日大书典内底都记载即句词，亲像啊讲遐咧讲的，好过富裕讲做繞字，原来有的腔口讲做繞字，啊繞字是安那？啊讲遐繼續講。好过巴肚邊賣了啊，銀行假金未算的越來越勤，結果吼，迄不動產啊，本來恁某甲恁囝落去住30坪都有夠啊，你著買迄個100坪啊，啊人好過敢袂當，啊100坪村仔攏關咧市網，有足濟空間咧，買甲遮看囥是要年，買甲遮看囥，嗰種頭拄我咧講一句形容詞，我安尼去對照大日大書典。咱知影大日大書典就是日本時代學者專家去民間調查，民間的台灣話傾咧印做一本書典，所以原來日本時代就有人咧描寫所在真闊，或者闊囥，對。你看咱這個咧咩病，毋是干那菜三大粒咩記錄一個解文說理爾，邊仔聽講佫錄一篇連續劇，安尼有影闊囥，國情啊連講我來參觀，啊講遐咧曠世，話講來到遮，伊就說落去啊，伊就講吼。毋過有的人啦，好過時陣袂曉保守，到尾手頭路愈做愈流尾，後悔就袂赴咯。咱就愛講要財，毋通講家財。啊，講到即句流尾，結果我去甲查大日大書典，內底原來有記載，原來形容詞，就是講迄竹啊，竹坡本來真大坡，愈發活竹啊尾溜，煞愈幼。啊，當然，原來有人咧講即句溜。是毋甲咱咧講蛇迄句溜有通，蛇的尾溜安尼長長，溜尾，總講一句啦，就是講事業吼本來真穩定，親像迄個竹啊，竹頭真大棵，愈做煞愈歹，到尾啊煞不接應，安尼生吼過去開去的無再條回收，就凄慘咯，溜尾迄就毋通咯。